Hello，各位聽眾，大家好啊！歡迎收聽今集嘅節目啊。平時大家出街，如果趕時間或者想舒舒服服啊，好多時都會選擇搭的士㗎，係咪？但係大家有冇遇過啲揀客拒載甚至濫收車資嘅黑的啊？如果遇到真係會成肚火㗎。最近喺香港著名嘅旅遊景點中環花園道纜車站就發生咗一件令人嘩然嘅黑的事件有個的士司機唔單止懷疑揀客拒載俾放蛇嘅便衣警員斷正之後竟然發惡仲除晒衫喺度晒紋身喺街頭大爆粗口辱罵警員簡直係無法無天究竟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呢？結局又有冇大快人心呢？今日我哋一齊嚟睇下。記得睇到最後因為個結局真係好戲劇性㗎。如果你都憎啲違規的士記得俾個讚訂閱我嘅頻道，同埋留言分享下你遇過嘅的士奇遇話說喺8月8號下晝5點中環花園道纜車站呢度大家都知啦，日日都有大批市民同埋遊客排隊等纜車上山頂，有陣時排到傻就會想轉搭的士啦。咁根據網民報料啦，嗰個位根本就係的士違規經營嘅黑點啲黑的專登停喺嗰度揾獵物因為纜車嗰邊好多人正常跳標可能幾十蚊，但係呢啲黑的呢，每位收100蚊，仲要湊夠4個人先肯上車，即係一轉車收400蚊，真係好識食水咁涉事嗰個司機呢，就霸住個站頭位，係咁揀客即係佢前後已經推咗幾個人唔載㗎啦，但係佢唔知原來有便衣警員已經埋伏緊當警員見到佢咁過分就即刻上前出示委任證，諗住拉人點知呢個阿叔司機一見到差人唔係知衰而係即刻發爛渣，佢跳落車指住個警察個頭係咁爆粗當時附近啲軍裝警員見到即刻上前針門但係個阿叔司機真係越鬧越起勁不停手指指咁樣挑釁啲警員搞到好多途人同埋遊客都圍埋過去睇熱鬧咁最爆嘅係咩係個阿叔鬧鬧下，可能覺得唔夠氣勢竟然當街除咗件衫露出身體同埋背脊一大幅嘅紋身出嚟報料人都笑佢話真係分唔清佢係做的士司機定係黑社會出嚟講數個阿叔仲激動到一路鬧一路揼自己架的士態度囂張到震佢仲大聲同警察講而家使唔使拖車做乜唔拘捕我頭先唔係好威嘅咩？你頭先話要拘捕我我同你玩你又唔理我，真係好串佢咁囂張咁最後點收科正所謂求人得人個阿叔嗌住叫人拖車，警察就真係成全佢啦。結果佢架的士真係俾警察拖走咗嗱，阿叔你滿意啦？事後警方回覆傳媒查詢話中區警署喺暑假期間針對旅遊嘅熱點的士違規行為展開咗執法嘅行動嗰日嘅下晝警方發現呢一名53歲嘅男司機原本冇展示的士司機證而且架車仲懷疑有安全缺損所以將架車拖咗去做呢個詳細檢驗遲啲仲會根據驗車結果採取進一步嘅執法行動嘅。真係大快人心講真香港大部分的士司機都係敬業樂業嘅，但係偏偏就係呢啲害群之馬
為咗貪少少錢啊，搞禍晒成個行業嘅聲譽啊，仲影響埋香港嘅旅遊形象啊！大家對呢件事有咩睇法啊？你真係覺得警方嘅行為夠唔夠阻嚇性？定係你都有更爆嘅搭的士經歷？留言話俾我知啊！如果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俾個讚，分享俾朋友睇，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多謝晒，我哋下次見，拜拜。